是哪位道上的兄弟啊？难道不了解道上的规矩？凡事不祸及家人嘛。谁定的狗屁规矩？曹队长可谓是贵人多忘事。哎，别跪，就一警察不跪。好，上一个月您在北部湾海上只身一人上船，放倒我们老板10多个手下，还提走了一批货，有勇有谋，常山赵子龙啊！我们老板听闻还有此人物，欣喜得不得了，好不容易才查到了您的藏身之处，于是就派我们兄弟过来喽。哦，原来你们是普尔顿集团的人。说，到底想怎么样？曹队长，没有别的，就是想和你同流合污。这词不好听，但利益就摆眼前，大家一起发财。而且呢，你查了我们老板的货，还能不能拿回来？啊，不是能不能拿回来，而是您得想办法拿回来。同流合污这事儿，你跟一个警察恐怕没得商量。先放了我女儿。